可能工作嘅性質都會比較重複性啦，有時都會遇到啲即係未必好友善嘅客人啦。咁啊，自己有冇一啲咩嘅方法去保持一個工作上面嘅動力，或者係個心態上面嘅積極性？因為其實入得呢行嘅人咧，大家都係等錢使或者想揾錢嘅，大家都係望住其實每一個客都係錢啊，咁其實咧就會忘記咗其他嘢咯。咁你係會係咁不斷去打，因為嗰啲係即係好自我催眠，嗰啲係錢啊，嗰啲係錢啊，嗰啲係錢啊。咁而家嘅你啊，即係你如果放假又或者收工，你收到嗰啲 cold call 電話啦，你會唔會有啲咩嘅反應上面會唔會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呢？而家就會睇下得唔得閒咯，得閒嘅話我會講多兩句嘢，咁睇下人哋講乜嘢啊嘛，一來，如果唔係嘅話，其實我都係會直接收線嘅，因為都知道其實自己做呢一行更加知道辛苦啦。關注我做 top sales。